夫人，没事吧？夫人，你没事吧？娘，巧儿，娘，你说什么？你是我的巧儿，娘，你记得了？夫人认得三小姐，夫人认得三小姐了。哎，娘，你怎么在这儿呢？什么时候来的？我来是想问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啊？没有啊。真的没有吗？娘，你有什么事吗？没事，早点休息吧。哎，若兰，你的病刚好，怎么又出来了？师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人的体质会发生变化吗？哈，你怎么会忽然间问起这个问题啊？回答我这个问题。从医学角度来说，人的体质是不会改变的。你是否记得我们巧儿小的时候，一闻到檀香的味道，全身就会起疹子？当然记得。所以你经常给她准备麝香。哎，怎么了？她又起红疹了？我去看看了。不用。也许是我胡思乱想。你就爱胡思乱想。起风了，回房吧。这个女孩冒充我们家巧儿，到底有什么目的？难道想对我们家不轨吗？不行，我不能打草惊蛇。感谢菩萨保佑夫人逃过一劫，感谢菩萨让巧儿和娘相认，一家团聚。愿菩萨保佑我们周家平安，逢凶化吉。娘，我知道您跟我一样最爱吃糖葫芦了，那边有家冰糖葫芦做的可好吃了。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去买回来啊。小心一点，早去早回。哎，黄大妈，你就陪夫人在那边休息休息，好好照顾夫人啊。好。来，夫人。夫人，累了吧？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聽夫人的氣息起伏難平，應該是遇到了不平常的事情。是否跟失散多年的親人相遇了？哎呀，神了！哎，夫人，就是他，就是他。这位大娘啊，每次解签都料事如神。对了，他还幫您解過幾次簽呢，還記得嗎？黃大媽我有一些口渴，麻煩你幫我去弄一點茶水來。是。失而復得，至親相認，為何夫人還是心事重重，悶悶不樂呢？大娘，黃大媽說你料事如神，我想請你幫我算一卦，如何才能救周家？夫人何出此言呢？在跟他擁抱的那一瞬間，我就知道了，他不是我的巧兒。
我想知道，我的乔儿现在他是生还是死？是远还是近？夫人多虑了，上次签文就已然透露了玄机，夫人应该好好的享受天伦之樂。不，他绝不是乔儿。无论时光如何改变，我都不会聞不出自己女兒的味道，認不出自己的女兒。所以我想請你幫我算一算，那個陌生的女孩她到底是誰？她為什麼要來周家？是不是想要害周家的人？是不是我們周家的災星？最讓我奇怪的是，她竟然知道我父親手上的一道連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的疤痕。疤痕？對，那條疤痕令我的父親夜夜難眠，痛苦非常。我跟他夫妻多年，他最不願意讓我碰的就是那道疤痕。夫人可曾問過是何原因嗎？我問過他很多遍，他就是不告訴我。後來他的師弟告訴我說，這個疤痕是他的一個大仇人所為。大仇人？對，這個人一定很恨我的夫君，所以令我的父親到今天為止都無法釋懷。我現在真的很擔心這件事情沒有幾個人知道，萬一這個自稱是喬兒的女孩是那個大仇人派來的，那我們周家就有危險了。大娘，請你幫我算一算，這個女孩子她是不是我們周家的災星？如果是，我要馬上去告訴我的父君，我要告訴他，不能認賊作女。好吧，讓我為你算一算吧。這是13卦，一窟難藏兩虎兒，乘風別嶺各擊之。名山自守歸巢穴，可免傷殘後悔遲。夫人，這卦是說一山不容二虎，每個人頭上都有一片天，能忍耐則忍耐，該沉默就沉默。自守巢穴，獨善其身，強勝於空巢出擊，以卵擊石。奉勸夫人小心為上，否則後悔莫及。夫人，夫人，來來來，哎，茶來了，喝吧，夫人。哎哎，夫人，夫人，哎，夫人。一山豈能容二虎？夫人，我們回家吧。哎，來，慢點，慢點啊！哎，小心啊，夫人。娘，娘，娘！看你為了給我買冰糖葫蘆，弄得滿頭大汗的。只要娘喜歡，不管跑多遠，流多少汗，我都願意。六六小姐，
還不上車啊？啊，哎呀，我香囊忘在小摊那儿了，我得赶紧回去取啊！哎，你们不用等我了，我自己回去。你。师傅，这么急找我回来，有什么事吗？没事，我是为了你的性命安危着想。为了我的安危？你的意思是？他不信任你，已经開始懷疑你了。如果讓周世宏知道，一定會要你的命。什麼？不過我已經……有怨報怨，有仇報仇。真哥，你在天上看着，我一定會替你報仇的。大小姐，你要去哪兒？我約了人去咖啡廳談事。我覺得咖啡已經很苦了，要是一個人喝咖啡，會更苦的。我只想一個人靜一靜，不要緊的。是不是因為今天老闆要來信和堂，所以你才要離開？爹現在看見我，就會想起我讓永成看西醫，讓他丟臉，讓信和堂蒙羞的事情。我待在信和堂，爹的氣就不會消，他的氣不消，信和堂上上下下都沒有好日子過。我還是不要待在這裡的好。原來是這樣，那我可不可以陪你一塊兒去啊？爹不喜歡別人擅離職守，你還是待在信和堂吧。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那好吧，你自己路上小心。救命啊！大小姐呀！大小姐，快來呀！小姐，快來人啊！快來人吶！這怎麼回事？小姐，二娘，快來呀！二娘，你醒醒啊！先別說了，快進去救娘吧。陪夫人進去。來，快來，把我把夫人扶起來。快！夫人。
若蘭，怎麼了？若蘭，哎呦，哎呀，欧总管，你带黄大妈去找张大夫诊治，让小满、小德把大门关上，在上面贴张字条，说咱们今天不营业了，让其他的人都趕緊回去工作吧。好。好。來，黃大媽。哎，六六，你的腳。世红，娘，二娘，我在哪儿？你在信和堂，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是啊，有爹在，您不会有事的。说不定明天我们就可以放风筝了。放风筝？娘，爹，娘怎么吐了？爹，娘现在怎么样了？还没有脱离危险。哎，六六，六六，你怎么了？七七，你醒了？哎，別動，你的腳受傷了，剛上好藥。我要去找娘，她現在怎麼樣了？二娘現在有爹照顧呢，你不要操心了。那她醒了嗎？我要去找威廉，讓他來看看娘。我去過了。他說什麼？他出城去看診了，要好幾天才能回來呢。而且就算他在這兒，爹也不會讓他進周家大門替二娘看診的。哎，六六，六六，張大夫說了，你體力透支，腳又受傷，你應該多休息。六六，六六，不要跑了，不要跑了，不要跑了，不！爹，要不要我讓平兒去煎一些醒神湯？沒用，他因為摔下馬車，導致頭部受傷，所以才會昏昏醒醒的。我本來想給他吃還魂丹，可是他一直嘔吐，吃什麼都沒用。那現在怎麼辦呢？只有先盡量幫他止吐。六六，六六，娘，娘，我不是要你好好照顧妹妹嗎？讓她休息。不關二哥的事，是我堅持要來的。娘，娘，都是我的錯，都是我害了你，對不起。六六，你說什麼呢？黃大媽都說了，馬失控那是意外，何況當時你也不在現場，怎麼會是你害了二娘呢？如果我不離開就好了，我不應該走掉的，對不起，對不起。爹，娘醒了。啊，若蘭，二娘，二娘，娘，你是誰？他是六六啊。你到底是誰？你一定知道喬兒在哪兒。你們把喬兒藏哪兒去了？他就是喬兒啊，二娘。把喬兒還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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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我！若蘭，若蘭，二娘，二娘，二娘，他的脈象更亂了，你們先出去，我給他針灸。是爹。
從今天起，我要教你藏心术，把你的心藏起来。藏心术第一步，无相。看得见的一切全是虚空，只有当你看不见的时候，真相才会出现。去捡起来，重新再来。是。谢谢师傅。藏心术第二步，无情。要多吃一点哦。这是小白的肉。你在骗我吧，师傅！小白明明是你带回来给我養的，你说在我寂寞的时候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以杀掉他呢？藏心术第二步，无情。你要吃了这个肉才能算过关。藏心术第三步，无己。我是香儿，我不是香儿。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香儿，香儿。师傅，你在叫我？我不是在叫你，你不是香儿。无己，就是要你把心藏到光源都照不到的地方，直到连你的记忆都可以抹杀的地步。如果你还听得見我，看得見我，就表示你還是香兒。我不是香兒，我不。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呢？师傅，你在哪儿啊？刚才你为什麼要在大街上大呼小叫？你已經不是我當初撿回來的小乞丐了，你現在是周家的三小姐，怎麼能在大街上到處嚷嚷着找師傅？你像是學過藏心術的人嗎？呼吸這麼急促，你是在生我的氣嗎？徒兒不敢。說謊！我教你藏心術，不是讓你用在我身上的。我只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要殺人。當初你讓我假扮周安橋混進周家的時候，只是為了那本醫書，並沒有說要殺人啊。
为什麼昨天你要用針扎馬害娘受傷呢？你在我面前還喊她娘，右腳一瘸一瘸的，就是為了你娘受傷的嗎？當時我只是想趕快把她送回信和堂。香兒，你還知道你是誰嗎？是師父。你還認周世宏為爹嗎？當我是六六，是周安橋的時候，我當然得喊他們爹娘了。師父，你不是說過藏心術要無極嗎？師父，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問吧。你是不是很恨周世宏啊？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好，那我就告訴你，你喊爹的那個人，就是殺了你娘的人。你說什麼？這是你娘留給你的。我娘？你不是說我是孤兒嗎？我一直以為，讓你覺得你是個孤兒，你會比較幸福。可現在，你已經不是在演周安橋了，你根本就希望自己是周家的三小姐。如果我再不告訴你真相，那歐陽他死不瞑目啊！歐陽是誰啊？他是你親爹，叫歐陽俊，他是周世宏的師弟。當年他們倆在同一個名醫門下學醫，你爹娶了那個名醫的女兒，也就是你娘。後來他們繼承了你外公的衣缽，沒有想到那周世宏衣冠禽獸，因妒忌成恨，有一天晚上，趁你爹喝醉的時候，他不但偷走了你外公傳給你爹的醫書，他放了一把火，燒了你的家，燒得一乾二淨。那我爹娘他們，你爹當場被火燒死，你娘也燒成了重傷。他抱着你逃出了火場，後來找我。雖然他奄奄一息，可他還是一心惦記着你。周世宏知道火場逃出了火口，居然派人去追殺你娘。你娘最後慘死，他的遺願就是希望我能幫你替他們報仇。娘，當時我也受了重傷，為了逃開周世宏的追殺，能夠安心養傷，我只好把你寄養在一對老夫婦那兒。我沒想到他們相繼過世，你淪落街頭，我是千辛萬苦才找到你呀。我記得，如果不是師父，我早就已經餓死在街頭了。你知道嗎？周世宏手上的疤痕，就是當年他傷害你娘的時候被你娘所傷的。這件事是周世宏最見不得人的事情。當時我也是兵行險招，猜測也許周安橋小的時候看到過，我才讓你那麼對他說。幸好這次誤打誤撞，他真的是深信不疑。周世宏，你這個衣冠禽獸！當時我把你帶回來教你藏心術，為的就是希望你能夠奪回本來就屬於歐陽家的東西。誰知道你竟然動了真心，你把周世宏那個殺人放火的禽獸當成了親爹，你這樣對得起你爹你娘嗎？師父，我錯了，你打我吧，
替我爹娘打我这个不孝女。我没告訴你真相，又怎麼能怪你呢？以後還要把周世宏當爹嗎？可是師父，殺害我爹娘的是周世宏，不是張若蘭啊！他現在受了重傷，我不要自責，那是周世宏的報應。他有今天，那是因為他搶了你爹所有的一切。周世宏這輩子最愛的就是他的名譽和他的面子，他一定會殺你滅口。我為了保住你的性命，也只好出此下策。可是張若蘭她是無辜的呀！我之所以這麼做，都是周世宏逼我的。張若蘭要怨，就怨她嫁給了周世宏那個衣冠禽獸吧。難道我們不可以只報復周世宏，不去傷害其他人嗎？你不是也被周世宏的怨恨牽連嗎？你才會無辜的失去了父母，流落街頭的。很好，只有帶着這恨意，才能讓你報了這血海深仇。我明白了，師父，我以後再也不會對周世宏心軟了。但是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要傷害周家其他人？好吧，我答應你。不過你也要答應我，不可以再對周家任何一個人動真心。是師父，我一定會做好的，一定會做得比以前更好。師父，你認識一個叫萬重山的人嗎？萬重山，他是周世宏的好朋友。聽周天琪說，他是周世宏的師弟。師弟，姓萬。他長什麼樣子？高高壯壯的，看起來很深沉。聽說他很聽周世宏的話，是他的跟屁蟲。難道是他？還有，上次我去萬家玩的時候，誤打誤撞進了萬重山的房間，房間裡面有個女人的照片，他非常緊張那照片，照片上的人和你非常的像。是萬福星，他當晚沒被火燒死，竟然跟周世宏在一起。哎呀，平兒啊，你能不能輕點啊？我這條腿可是被那匹瘋馬4隻腳踢過來踢過去，馬腳餘生，好不容易才搶回來的呀！你輕點，別再碰着它好嗎？要是真的被馬踢到了，怎麼還沒斷啊？你懂什麼？坐在馬車上的人是我，發生什麼事情我都記得一清二楚。我說被踢了就是被踢了。哎呦，黃大媽，我給你拿一下小姐。來，你坐着，歇着啊。謝謝大小姐。還是大小姐你對我好。我昨天被那匹瘋馬踢過來踢過去的時候，我好怕再也見不到你了。黃大媽，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今天早上都已經跟歐總管說了，他沒告訴你嗎？我想再聽一遍。哎呦，本來啊，我和夫人好端端的坐在馬車上欣賞風景，準備回家。可是突然間，那馬發狂了，他大叫一聲，咔，他就橫衝直撞的，然後就……怎麼了？馬怎麼會突然發狂呢？我不知道，你再仔細想想。想到什麼了？好像有一個手提着竹籃子的大娘走過去。她長什麼樣子？她提着竹籃子，走路很慢。我想起來了，她好像是在廟裡面常給夫人解籤的那個瞎眼婆。
瞎眼婆。谢谢谢谢，我看不见。怎么会这么巧？难道是同一个人？你回来了？去哪儿了？我去看威廉哥了呀。对了，娘现在怎么样了？爹一直在试药，想让娘止吐，他不让我们进去，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他不让你进你就不进呐？还是他不是你的亲娘，所以不管他死活呢？既然你这么关心，那我问你，你追去看二娘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瞎眼的大娘？没有啊。你确定？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問我幹嘛呀？問黃大媽不就得了？就是因為問過了，才要問你。連老眼昏花的黃大媽都看見了，為什麼你沒有看見？你是在說我故意說謊？我只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當初你要我回來的時候，你是怎麼說的？絕對不會對我拐彎說話。現在又拐彎抹角的罵我，說我知情不報，害娘跌下馬車的，對不對？我沒有那麼說。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就是這個意思。你大姐，六六，二娘醒了。她說什麼沒有？她什麼都說不出來，爹怕她不行了，叫你們趕緊過去。娘，二娘，二娘，若蘭，孩子們來看你來了，你們快過來，讓二娘看看你們。好。喬兒，過來，讓你娘看看。過來，來。娘。你告訴我，你到底是誰？娘，放開我！你不是我的喬兒。娘，我對不起你。你是誰？娘，我不知道會是這個樣子。若蘭，二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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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蘭，若蘭。若蘭，謝謝你陪我走過這麼多年，感謝上天在我一生中最困苦的時候，是你幫我才有了今天，我不會忘記你，你走好。二娘，也許您的離去對爹對我都是一種解脫。我知道那件事我錯了，但我已經無法回頭，請您原諒我。我會用我的一生彌補您，彌補周家。
周夫人，謝謝您曾经把我当成儿的女兒。将来天上相见的时候，我再向您赔罪。老板，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师兄，节哀顺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天启哥，你也别难过了。喜仙儿，天启，有空多到我那走走，到万灵堂也可以，到万家也可以，让灵丹多陪陪你。有心了，万叔叔。师兄，你们先回去吧，我在家。香儿，你来啦。师父，坐下吧。来，陪师父喝一杯。你在伤心吗？我没有。你是我带大的，就算你学过藏心术，就算你扮过千百种人，在我面前，你还是香儿。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太容易感动了。哦，你没有过家的感觉。我突然把你送到周家当小姐，你享尽了人情温暖，一时分不清楚真假，把感情投射到了张若兰的身上。这一点，师父并不怪你。师父，你真懂我。那周玉琴并非亲生，她虽然能干，但她对感情太过執着，迷戀那個瘸子，早晚會讓周世宏趕出去。至於他的兒子周天琪嘛，他太過隨性，不務正業，而且毫無心機，一直跟他爹作對。哼，
那個周世宏，他身邊再也沒有信任的人了。現在只有你，只要你照師傅的話去做，遲早他會把那本醫書交給你的。師傅對周家每個人可真清楚啊。可別怪師傅沒提醒你，那個周天齊跟周世宏雖然不和，但他們終究是父子。那個周天齊一直把張若蘭當親生母親一樣看待，你們兩個人做一對假兄妹就行了。要不然，他以後一定會傷害到你的。是，無情是藏心術的其中一步，徒兒早就學明白了。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師父是否在周家安排了另外一個人？如果是的話，大可以告訴我，互相有個照應。我是怎麼教你的？是，我不該多問，請師父指示下一步該怎麼做。虽然師父沒有承認，可是對周家上上下下的事情了如指掌，一定就是派人來了。可這個人到底是誰呢？難道周家還有另一個人會用藏心術，連我都看不出來？六六小姐，洗漱啦。平兒，來替我把頭髮梳一下。好呀。六六小姐，你的头髮长得又長又黑的，跟夫人的一樣。真是對不起啊，我不應該提夫人的。哎，別怕，我這個人呢，百無禁忌，隨心所欲。你說的是你的真心話，總比那些人虛情假意的好。哎，對了，平兒，你是什麼時候來周家的呀？我8歲來的。算一算，差不多有10年了。那你是在我離開後才來的周家的，怪不得沒見過你。那你還記得黃大媽嗎？沒什麼印象了。黃大媽是大太太的陪嫁丫頭，來周家快30年了。因為大太太對大小姐有收養之恩，所以大小姐呢就會給黃大媽幾分面子，所以她就狐假虎威，欺善怕惡的。還好六六小姐你來了，可以好好的治她一下。那黃大媽的本名是什麼呀？黃桂圓。黃桂圓？桂圓，怪不得她每次瞪我的時候，眼睛瞪得比這桂圓還大呢。那這個黃大媽一直服侍大太太，從來沒有離開過周家嗎？是啊。哎，不對，也離開過。快說。後來她跟鎮上一個男人好上了，所以離開過周家。哦，那她怎麼又回來了？因為啊，結婚的那天晚上，新郎喝醉了酒，上茅房，掉進了茅坑，所以就掛了。那這麼說，她是剛進夫家第1天就把丈夫給克死了？可以這麼說吧。那周家還有別人是老臣子嗎？歐總管呀，他11歲就來周家當學徒了，還是老爺親自選他的呢。他來周家也快15年了，他跟大小姐一起追隨老爺很多年了。那也就是說，他在我走之後才來的周家。可以這麼說吧。我們周家除了大小姐，就屬歐總管最為信和堂拼命了。有一次，我們信和堂因為藥的事出了些亂子，有暴民來信和堂找老爺的麻煩，還是歐總管替老爺挨了一刀。老爺從此以後啊，就更重用他了。我看呢，有的時候老爺對他比對二少爺還好呢。我明白了。好了，怎麼樣？真好看。平兒，我以後要你每天都給我梳頭髮。好啊，只要六六小姐吩咐就好了。我去給你準備早飯啊。好。哎，平兒，來，這個送給你。謝謝六六小姐。不用。
平儿胸无城府，不像是师父会用的人。会是黄大妈吗？还是欧冠群？可是他们看起来都不太像。奇怪，师父到底派谁来了呢？三小姐早，三小姐早。早早早。这些下人平时只是负责洗熨跟修葺院子的工作，不会知道太多的消息。如果师父有心安排，也不会把棋子放得这么远吧。三小姐早啊，早啊，黄大妈。这个黄大妈平时总是有意无意的盯着我，是在监视我吗？知道我跟大家事情最多的，除了平儿就是她了。她当年離開周家，還在外面待過。難道她夫人出事的時候，她也一直在旁邊，跟師父裡應外合的人，會不會是她呢？三小姐，早。啊，早。會不會是他呢？他早就是周世宏的入室弟子，每天混在藥堂，他要幫師父拿他想要的醫書，早就可以拿到手，何必等我混進來才動手呢？何況他還救過周世宏的命，看上去也不像是假的。師父的人會對周世宏這麼好嗎？到底會是誰呢？哎，六六，這個七七怎麼看都不會像是師父派來的。這個我可以打包票。二哥，你回來了。哎，這個給你。這是什麼呀？你打開看看。你怎麼能是小白兔呢？我不要，太殘忍了你。哎，這又不是真的小白兔，裡面都是豆沙和蓮蓉。你以前不都是很喜歡吃的嗎？我把它做成小白兔的樣子，這不就更可愛更開胃一些嗎？人家靈丹都特愛吃。我不要，你還是給你的萬靈丹吃去吧。六六，我知道你這段時間不開心，可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你。後來我聽說你養了一隻小白兔，心想你可能喜歡兔子，所以我就做了這些東西，想逗你開心。這些小白兔糕點是你親手做的嗎？對啊，都是我親手做的，你看。哎，你的手怎麼了？沒事，就是做這個的時候燙的。拿來給我看看。快。一會兒我給你擦藥吧。要不還是讓平兒給你擦吧。你自己選是黃大媽給你擦，還是讓平兒給你擦呢？你不給我擦了？我很忙的。那算了吧，那我自己隨便擦點好了。六六。大姐。天琪，你先忙你的事吧。六六，你跟我來。哼。女人，姐姐，妹妹，我只是想讓你們開心，你們怎麼就這麼難懂呢？這什麼意思啊？爹說把二娘的房間整理一下，把不要的東西都丟掉。爹說把東西都丟掉，包括這古箏。我不相信爹會這麼無情。在這方面，你就沒有我了解爹和體諒爹了。爹很怕懷念過去，他說過，過去是噩夢，會把人纏着無法前行。我看啊，如果不是因為二娘思念你，你小時候的房間早就不在了。爹是這樣的嗎？我怎麼覺得他是看似無情卻有情呢？爹的內心不是那麼簡單的，你也不是完全能夠了解的。在周家除了二娘，
也只有我跟爹相處的时间最久了。你才跟爹相处多久？你了解爹多少？可能爹是个做大事的人吧，不会轻易把情感表露出来。总之，爹说过不该为死去的人伤心。这个古筝是二娘的遗物，就交给你保管好了。也好，这个古筝放在我房间还能弹一弹，算是纪念一下娘吧。谢谢啊，姐姐。干什么？告诉我，二娘临终前跟你说了些什么？你看见她跟我说话了？没错，我只想听听看，你说的跟我听到的是不是一样？唉，娘说她要先走一步了，叫我原谅她。没别的，就这些。还有一句，不过呢，这句不说也罢了，反正你都听过一次了。如果我再说的话呢，我怕你会不开心。你不用替我担心。哦，那是你让我说的哦。我娘说叫我小心，小心你又把我从周家弄丢了，她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哎呀，不过呢，我觉得娘应该是多虑了。姐姐，你不会这样做的，对吧？当然不会了。你这么聪明，我怎么可能又把你给弄丢了呢？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古筝我带走了。哦，对了，姐姐，如果娘半夜3更找你呢，你别害怕啊，你就告訴她你會好好對待我的，叫她不要再來找你了啊。曹军，这是双泉镇里上好的鐵觀音，您嘗嘗。甘甜清香。您慢用。万老板，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呢？出大事了！出什麼事了？來了一位軍爺。好。您慢用。萬老軍爺了。曹軍爺，這位就是我們中藥業工會的副會長萬重山萬老板。曹軍爺，你好。等了這麼長時間，就來了個副會長。你們周會長呢？要曹軍爺久等，真是抱歉。周會長家裡有喪事，不便親身接待，由重山暫代會長一職。不知曹軍爺有何貴幹？我是為孫大英將軍的親信馬林馬副官帶了一封公函給你們工會的會長。既然你們會長不在，我就把信放這吧。好，任務完成，告辭。曹軍爺，既然已經來了，不如吃個便飯，好讓我們盡地主之誼啊。不必了，我還有公務在身。慢走，慢走。怎麼樣？馬副官想請會長晚宴，共商國事。聽說這個馬副官是孫將軍最得力的手下，心狠手辣，不好對付呀。是啊，他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啊？爹，你在不在啊？爹，爹，你在嗎？啊，你跑哪去了啊？溜溜，爹，你從外面進來，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啊？嚇了我一跳。你來爹的書房幹什麼？我找二兒呀。誰是二兒？二兒呀，就是我新買的一隻小白兔，我給它取個名字叫二兒，
刚刚我跟他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窜到这儿来了，我就过来找啊，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唉，找不到就算了，再买一只嘛。爹，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你知不知道，我以前卖艺的时候，不小心把演戏的兔子弄丢了，那个卖艺的師傅把我吊起來，餓了7天7夜。不開心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沒有我的允許，不可以來我的書房。怎麼又忘了？上次我來的時候，因為穿了那件紅裙褂就被你罵了一頓。這次你又說我，難不成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胡說，爹能有什麼秘密？對了，這是什麼？哦，這個是我新買的茶葉，房間裡沒茶葉了，所以我買新的茶葉回來。你這個茶葉哪裡買的？這個，哦，是我在廟會燒香的時候買的。怎麼啦？好久沒有聞到這種味道了。爹，你怎麼了？我一聞到這茶葉的味道，就想起一個故人，他也很喜歡喝這種茶。有時候他會用這種茶葉磨成粉，再混上花瓣，用來洗髮。那種香味兒讓人畢生難忘，揮之不去。原來爹也是挺念舊的一個人吶，那怎麼可能把過去都忘掉呢？你在想什麼？哦，沒有。哎，對了爹，我記着娘也沒有用過這種綠茶粉洗頭啊，難道是大娘？哦，難道爹除了大娘、二娘之外，還有什麼紅粉知己？啊，不對，應該是茶粉知己吧。只可惜我深愛的人都不得善終。啊？難道說爹的那個茶粉知己已經不在人世了？一場火災他就失蹤了，恐怕凶多吉少啊。怎麼會有火災呢？是人為還是意外？是意外。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死的那個人是我。那一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要再問了。你怎麼對這件事情這麼激動啊？沒有，因為我看爹您這麼激動，我就忍不住激動起來了。哦，我明白了，這肯定就叫做什麼天性使然，血濃於水吧。好了，時候不早了，我明天還要出門辦事情，要準備一下。哦，那我就先走了，這個茶就留給爹慢用吧。馬副官，來，乾杯！乾杯！馬副官遠道而來，有失遠迎。萬某代表我們中藥業工會，敬馬副官一杯。來。哎呀，我太不小心了，這雙皮靴是孫將軍送給我的。哦，哎呀，來，哎呀，這麼不小心，沒問題。啊，沒事。哎呀，我以前吶就聽說你們工會周老闆的大名，對你萬老闆倒是沒有多加留意呀。沒想到啊，今天見面，萬老闆可比周老闆有趣多了。馬副官過獎了，
萬某只是周老板身邊的一個小角色，馬爺這樣說折殺萬某了。我覺得萬老板恐怕是真人不露相吧？啊，哪裡。來，萬老板，我敬你一杯，请。小姑娘，过来。怎麼了？啊？哼，聽話就好，知道嗎？其實呢，我們中藥業工會會員都是一介商人，滿身銅臭，不懂什麼國事。不知馬副官信中所說的共商國事所為何事？萬某想問個明白，我們也好辦事。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軍隊，社會治安能夠太平嗎？當然不會。如果沒有我們軍人，你們做生意的能夠這樣安心順暢嗎？當然不會。我們孫將軍為了百姓能夠過上太平的日子，軍力日增，軍費開支自然不少。孫將軍希望你們能為國出力，一方面捐出金錢作為軍費之用，另一方面捐贈藥品作為醫療之用。哎呀，總之啊，這是魚幫水，水幫魚，互惠互利嘛。你們這些商人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萬老板，你說是嗎？是。如果數目不大，我們中藥業工會一定鼎力支持；如果數目龐大，那麼我馬上回去跟同業開會，有了決定呢，馬上回復馬副官。萬老板，我可要告訴你，其他行業工會已樂意答應相助，孫將軍是不會忘記他們付出的。相信你們工會不會甘於人後吧？萬老板。那當然了，我會馬上發動工會的同業開會，有了決定馬上通知馬副官。好，萬老板。來，再給萬老板敬酒。錯了，是這麼敬酒的嗎？過來，我教你。对不起，大爺，小女子只賣藝不賣身。什麼賣藝不賣身？如果不聽話，就會像這個花瓶一樣，知道嗎？啊！馬副官息怒，萬某招呼不周，萬某自罰10杯，我先乾為敬。來，馬副官喝酒。万老板，喝酒。来。小福星，大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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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你是生是死，你到底去哪了？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你以后再也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
爹，你醒了？你昨天为什么喝得那么醉啊？要不是有个好心的车夫认出你就是万家的万大老爺，把你送回来，你就要在大街上睡一夜。那你说要是路人看见了，爹你丢人丢大了。爹，来，先喝一杯解酒茶。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好点了。我好像做了很多梦。爹，做的是好梦还是坏梦啊？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哦，对了，爹，这个小龟是干嘛用的？哪儿来的？那个车夫说你昨天都喝醉了，躺在大街上，手里紧紧握着这个小龟。爹，这个小龟是干嘛用的？林黛，爹还是有点头疼，你去帮爹拿点止痛散来吧。哦。这只是福星，这只是大小姐。福星要保護好大小姐，一生一世，永不分離。哎，小福星。哦，大小姐，这個送給你，祝你身體健康，長命百歲。是你親手做的生日禮物？做工好精細啊，我好喜歡，謝謝你啊。大小姐，要不是你在你爹面前替我求情，讓他收我為徒，我這個送貨的小福星何德何能夠拜師學藝呢？等我賺了錢以後，我一定送你個更好的。哎，對了，這怎麼好意思？幫我把這給他，千萬別讓我爹知道了。快拿着，拿着。謝謝啊。大小姐，其實怎麼了？沒什麼。別忘了給他。好，謝謝。大小姐，你到底在哪兒啊？
这樣就可以了。好啊。我周世宏，我歐陽俊，我萬重山。今天在梅花樹下結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二弟，大哥，三弟。请問您是？福星，是你嗎？你是大小姐，你沒死。福星，快過來。你的眼睛瞎了，嚇到你了吧？啊！大小姐，我以為這輩子再也看不到你了，能看到你，我真是太開心了。你知道嗎？我跟大師兄找了你25年，你沒死，為什麼這麼多年你不來找我呢？就像你也改名字了，還當上了老爺，像我這樣的瞎婆子，貿然到你府上，你會認得我嗎？不管你變成什麼樣，你還是我認識的那位心好人美的沈大小姐。以前的沈柔已經死了，我的軀體已經被那場無情的火燒成了灰燼。在你面前的是沈藏心。沈藏心，沈藏心。我已經改了名字，你以後別再叫我大小姐，叫我沈藏心吧。就像你，也已經不再是當年的小福星了，而是可以跟信和堂旗鼓相當的萬靈堂的萬老闆萬重山。不論我是小福星還是萬重山，你都是大小姐，我仍然是25年前聽大小姐吩咐的小福星。福星，謝謝你。這茶是大小姐配的吧？加了花香。不知道這茶在你口中是否和以前是一樣的味道？一樣。天下除了大小姐，誰也配不出這樣的花茶。大小姐這次回來，有打算找大師兄嗎？你認為呢？大師兄近日剛喪妻，他對這位第二任妻子一往情深，心情還未平復。如果大小姐要找他敘舊，當初我把東西交給你的時候，還記得我跟你說的話嗎？恩斷義絕。福星，我想問你，你知道當年的火是誰放的嗎？大小姐，你都知道，當日我跟二師兄喝酒，醉倒在你新房的隔壁間，睡夢中被人抬了出來，醒來才知道二師兄他沒有逃出火海，而你從此也消失了。大師兄告訴我，那場火是意外，是大家都醉了，不小心惹上火災了。醉了？那個畜生，他居然……你怎麼了？還好吧？
父亲，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但是今日我既然能把你等到，我就必须要赌上一把。赌什么？赌你的良心，赌你对我爹、对杏林堂、对沈家的良心。大小姐，还在为二夫人的事情难过吗？大小姐，我看你气色不太好，还是回去休息吧。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开业了，这一开门都是客人，哪还有时间休息啊？我这替给高老爷准备高丽参。哎，让我来吧。啊，好。给，谢谢。永成少爷的伤好些了没有？现在能走路了吗？他康复的不错，应该很快就可以走路了。那就好，有我能帮到的地方，你就跟我说。好，你费心了。大小姐，大小姐，怎么了？周小姐，戴先生出了点状况，请你马上过去看看。什么？